双脚打开，脚尖朝前，脚到外侧平行，肚子前侧拉长，骨盆前倾，翘屁股，髋向后推，来到半前弯，双手推地，背打直。如果手落地容易拱背的人，请记得在手下推瑜伽砖，帮助背打直。右手在脸的正下方推地板，左手扶腰，先将你的左肩转到右肩正上方，然后将你的左手伸直，上下手成一直线，再让左手后背或者抓右大腿内侧，帮助胸转开来看上方。再加深，右手抓左脚踝，手推直，转头看上方。进阶绑手版本，身体靠近左腿，右手绕进去绑手，转头看前方。换一个角度示范。